明见的确不是你的对手，但论暗器，你就差一点。卑鄙！对付你这种丧尽天良的狗贼，今天我就卑鄙一把。冬青，他已经被我的银针封住了穴道，你赶紧杀了他，给你爹报仇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天你有这个下场，完全是你罪有应得。我自无愧于天地，杀了我，若能泄你心头之恨，尽快动手吧。你别以为我会心慈手软。姐姐，你别杀英雄哥哥，他是好人。他是好人，他杀了你爷爷，你居然还说他是好人？他不是害死我爷爷的凶手，我认得。英雄哥哥还救过我呢。英雄哥哥，你快告诉姐姐，你不是害死他爹的凶手。我没必要再回答一次。如果你真不是害死我爹的凶手，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谁才是真凶？能说的我都说了。冬青姑娘，依我看，这个狗贼还真不像杀你爹的凶手。如果你这一剑要下去，就有可能真的找不到杀你爹的凶手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花阿姨，你不是最懂得拿酷刑逼问人的吗？我？姐姐想知道害死他爹的凶手是谁，我们可以把英雄哥哥抓回醉月楼，慢慢的逼问呢。什么呀？你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我抓他回去，那我还得养他呀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哎呀没事。哎，马少飞，你干嘛呀？你别弄伤了英雄哥哥。你吓死我了！你至于的吗你？伺候你这小少爷我还不够，你又勾动一大老爷。你看。行了，任怨，你别拿他当大爷伺候了。叶红影，只要你一天不肯说实话，我们就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儿。花姨，莺燕燕说已经找到那间了，是不是江郎？嗯。那他人呢？让他给杀了。什么？你我杀了你，给兄弟报仇！慢着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不能随便杀人，不得放肆。石破天，叶红影，你这个恶贯满盈的，总算也有今天。恶贯满盈的人是你们，燕云13英。什么？燕云13英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真恨当初没有杀了你，为民除害。没想到，像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恶贼，居然现在也能使朝廷俸禄，成为袁崇焕的部下。那群恶贼啊，现在成了袁将军的手下。就是站在你面前的什么13铁骑。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说的？因为他背上青面獠牙的罗刹刺青就是最好的印证。背上有青面獠牙的刺青，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了？背上有青面獠牙的刺青。石破天，上次我给你洗澡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背上有青面獠牙的刺青。当时我还纳闷，以为是你爹的画像，我还琢磨你爹怎么这么不上相。什么？石破天，你……没错，我跟我这些兄弟，确实就是当年江湖上恶名昭彰的江洋大盗燕云13英。不过，自我们从军开始，我们兄弟们就对皇天厚土发下重誓，洗心革面，弃暗投明。参见袁将军。免礼。石破天，本将念你们燕云13英诚心悔改，愿意从军行伍，报效朝廷，故特赦你们以往的种种劣行。今日起，封你石破天为随军参将，其他12人为阵前先锋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谢将军。之后，我13兄弟保国为民，屡建战功，为的就是要赎罪。希望各位能够相信。我不信。哎，行了。
管你们谁信谁不信的。总之，这狗贼被关在这里的事儿，绝对不能对外人透露任何一个字。花姨，我不懂，既然那个内奸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不让石破天他们把人员带到辽东去呢？直觉吧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石破天才是真正的内奸。听了叶红影的话之后，我更相信我的直觉是对的。你相信他说的话？俗话说得好，狼行天下吃肉，狗走天涯吃屎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狗啊是改不了吃屎的。既然石破天他们以前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，就是他们再有诚意想改，也去不掉骨子里那个匪气。可是我认为，叶红影他这么做，只是想引开我们的注意力。他这个狗贼，我见到他就想将他千刀万剐。你恨他是一回事，要知道，我可是过来人啊，我看得可清楚了。其实你心里对他多少还是放不下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哎，那最好了。那现在他被咱们给抓住了，总这么关着肯定不行。这世上又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消息要是传出去啊，咱们肯定都玩完了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去把他一刀给杀了，一了百了。我舍不得了吧？不，我只是想问清楚他，到底谁才是我的杀父仇人？唉，好吧，反正你心里怎么想，我也管不了。哎呦，真是的！我现在心里最烦的就是这叶红影的事儿该怎么善后。这放虎归山肯定是不行，杀了他你又舍不得，总关着吧还浪费粮食。哎，你说我当时干嘛要封住他的穴道啊？还不如当初咔嚓一刀把他杀了也就算了。唉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被困死在这儿，必须赶紧设法解开身上的穴道。强行冲开被封住的穴道，只怕会伤及筋骨，走火入魔。我答应过杨伯伯照顾冬青。心狠手辣，若继续留在醉月楼，只怕对冬青不利。我必须设法让冬青看清楚石破天的真面目。哎，我说小少爷，你待会儿再把胳膊甩出去，别练了，行不行啊？咱们现在是女人，女人要端庄一些，端庄。女人是不能练剑的，容易被人说成是贱人。小贱人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给你找的一个布娃娃多好看，看看。想逼我玩娃娃，得先问问我的剑。干嘛呀？你要杀人呀？我杀的都是该死之人。哎呀，这孩子跟谁学的？说话阴阳怪气的。你不……哎，我刚发现，这孩子又把床单穿出来，我一天洗8次。这床单干什么的？你不知道吗？睡觉用的，知不知道？再不听话揍你！谁让我不敢揍？听话！我不听话。如果你不答应我救英雄哥哥的话，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。我不听！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就奇怪，鹰角人的死活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当然关我的事了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我长大以后就要像他那么威风。天哪！拜托你换个人行不行？你爷要是知道你非要学他，以后要当他那样的人，非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不可。那是条走狗，跟谁学不好？
非要跟他学，以后不许学的。那马尚飞，你说哎呀，我该学谁？你想知道吗？想。蹲下，看我。哎，如此仰视一见，是不是觉得我与众不同啊？你就学我吧。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作为一个厨子，我抛家舍业四处流浪，什么苦没吃过，什么罪没受过，为了女人的尊严，我还放弃了做男人的尊严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我都开始佩服我自己。你就向我学好了。切，谁学你啊？让我学呀，我就学英雄哥哥那样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答不答应帮我？要不然，我就让你一辈子洗不干净那被单。我踩！小少爷，哎，我踩！别！你答应帮我了？别停，继续踩，给你踩成布条踩好。踩吧，小样！马尚飞，你太坏了！我让你一辈子都当厨子，下辈子也当厨子，永远都是厨子。英雄哥哥，是你？英雄哥哥，我知道你的穴道被花姨的银针给封住了，是不是我把银针拔出来，你就能动了？住手！你若是拔出银针，我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，那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。这不关你事，你走开。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我们是朋友。我从来没有朋友，你我也不可能成为朋友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我是你的朋友，因为你救过我，所以我就认定你是我的朋友。石破天一定是冬青他们想找的内奸，我可以利用这个孩子，让石破天现出原形。英雄哥哥，你等着，我去找马尚飞，他会玉你拈花手，一定能帮你解开穴道的。你等着。等等，一会儿会有坏人要杀冬青姑娘和花姨，你想不想救他们？我想啊，我当然想了。英雄哥哥，你快告诉我，是谁想杀我姐姐和花姨？你想知道是谁，只有靠你才能把他们引出来。靠我？我还那么小，又不会武功，我怎么救他们呀？你过来，我教你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快点放我出去吧！来人呐！我不想被锁在这儿，你们快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艾蒂姑娘，你别再叫了，无论你怎么叫，也不会有人来理你的。那你快说，你们把我拴在这儿有什么企图？我们能有什么企图啊？有漂亮的房间给你住，吃喝还有人伺候着，以后你就安心的住在这儿。啊！你要我住在这儿？你们一定是看我长得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想逼良为娼，拿我当你们的摇钱树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有妇之夫，要是想让别的男人糟蹋了我的身子，蹂躏了我的清白，不可能。你真的误会了，大家同样是女人，我又怎么会为难你？怎么会忍心把你往火坑里推呢？别以为我单纯就代表我愚蠢。花姨知道用牛筋捆不住我，所以就改用铁链了。你看，还加了一把锁。你真的错怪花姨了。花姨是担心，她把你放开以后，你就会离开醉月楼，到时候你真的就该有危险。可是我相公现在生死不明，我想去找他。冬青姐，你成过亲吗？你有过相公吗？既然你成过亲，
有过相公，你就一定知道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有多么的痛苦。冬青姐，你就帮帮我，把这个打开吧。让我放了你也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我的，不能随意出醉月楼。那我要找我相公怎么办呢？只要你乖乖待在这里，你的相公我来找。嗯。哟，你们的脑筋还真好使啊！居然猜到我已经得知了顾大人的遗孤和官印的下落，真不愧是大将军袁崇焕的麾下爱将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赶紧把人和官印交给我们，我们对袁大将军好有个交代。哎，别急，这天下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。如果我现在就把人和官印交给你们的话，那万一你们疏忽，小少爷有什么意外，我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华姨，江浪现在已经伏法了，难不成你对我兄弟俩还不信任？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既然已经出了一个内奸，谁敢保证不会再出第二个、第三个呀？我还是老话一句，宁可相信天下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。你别太过分啊！哎，你不想把人和官印交给我们，怕是你没安好心吧？嘴长在你脸上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至于我听不听呢，你管不着。嘿，你这……各位上眼呐！各位上眼往这儿看看呐！哎呀，看一看我们，仔细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，听着，我们两个不再是女的了，不再是女的了啊！我们要做个男子汉。我们就要做男子汉。差不多人到齐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做饭吧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人都还没到齐呢。哎，你们都给我听着啊，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知道吗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谁让你们换回这身衣服的？师娘，这事不怪我。对，花姨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是我让马尚飞换回男人衣服的。我爷爷说过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什么？你把这衣服给我脱了，马上换回女人衣服。师娘，我们俩都发过誓，只要换回男人装，就再也不当女人。我们要当男人，当男人，当男人，当男人。你看，那孩子叫顾仁愿，顾大学士的孙子。你给我下来！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花姨，你不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和姐姐，救我和冬晴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不然我点你的穴！快跑，小少爷！哎，师娘，你还敢跑？师娘，干什么呀？马尚飞，你造反了！你放手！哎，师娘，孩子那么小，你点他干嘛呀？我看你这两天点戏点上瘾来了，要不然我皮糙肉厚的不怕点。你来，你点。你放手！我让你放手！相公，真的是你呀？怎么又是你啊？相公，真的是你！你怎么阴魂不散呢？相公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跑吧我！相公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再不站住，我就把这给拆了！我走了。相公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要是现在让你动得了，那我这醉月楼不就让你给拆了？冬晴，我警告你，我现在点住他的穴道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给他解开。花姨，你就先把艾迪给放了吧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同人都是女人，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？冬青姐刚刚给我松绑，老女人，你就给我点上穴了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想逼我陪酒，我宁死不屈。哟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哎，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。
我这醉月楼还不想砸了招牌呢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呀得罪了官府的人，现在你只要一出醉月楼就是死路一条。你要想保住小命，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吧。快把我穴道解开，要不然我怎么吃饭上茅厕啊？放心吧，你中的是我的玉女拈花手。每隔半个时辰呢，穴道就会自动解开2炷香的时间，足够让你放风、喝茶、上茅厕，外加诵筋骨了。 2炷香的时间过了呢，那就跟现在一样，穴道封住，动弹不得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真没想干嘛，小姑娘，我是真心为你好哎。我先忙去了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哎，别杵这儿了，大家都忙去吧。啊，走了。走。你们都别走啊！唉，我都成这样了，我还能干嘛呀？那老娘们不肯放人，要不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绑了那孩子闯出去。万万不可！所谓强龙难牙地头蛇。况且，这无锡城里城外全是官兵，咱们要是这么硬闯出去，讨不了便宜。难道咱们就被困死在这儿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大将军交给咱们的任务，猴年马月才能完成。大将军那儿，我会去交代。只是现在，咱们千万不能贸然行动，得从长计议。大人，飞鸽传书。下去。是。叶红影在醉月楼。 幸好我跑得快，要不然就被花姨点住穴道了。英雄哥哥，我都按你教我的去做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。等？我肯定坏人一定会出现的。坏人一定会出现？你又动不了，我又不会武功，那万一坏人真来了怎么办啊？哎，等一有动静，你就立刻敲响这铁锅，把所有的人都引来，明白吗？我试试吧。 是这样吗？我明白了。只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坏人真来了！叶红影，你聪明一世，可这回你输了。 你彻彻底底的输了！你是什么人？夺
命罗刹。我赶紧跳！别管我，快跑！不行，我们是朋友，你有危险，我怎么能跑呢？你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叶红影，我如果一剑解决了你，未免太便宜你了。我今天要慢慢的，一件一件的将你凌迟。死只不过是一种解脱，不过死在你这种废物手上，不值当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这么多废话！不要！姐姐，你快救英雄哥哥吧，他都受伤了。他受不受伤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举起你的双手，然后挥一挥你的左手。哎，师娘，我们一般管这只手叫右手。哎，嘿嘿，伸过来，你干什么？让我打一下。以后我也收俩徒弟，没事打着玩。挥动你的右手，再挥动你的左手，然后你想象你是一只可爱的小鸟，挥动你的翅膀。师娘，我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我像一只小鸟，我觉得我像一只鹅，一只飞鹅。少啰嗦，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然后你再集中精力，想象着我可以一飞冲天，我再飞，看清楚了吧？照着做，快！我飞！师娘，这全是树，不敢飞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上次就是撞到树上了，差点把脑袋撞脖子里去，不能那么莽撞了。我是怕你停不下来，才故意挑这个地方的。没事没事，放心吧。飞。没事没事，你是没事，我受得了吗？我脑袋要是再撞树上，就像这么大一只鹅蛋似的，啪一下摔树上了，连皮带花全散了。怎么，你现在还没出师就学会顶嘴了？你皮痒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拿家法刺？飞飞！太暴力！花姨，真飞不起来，腿蹬直了。怎么飞不起来啊？难道出什么问题了？我已经把这书上的心法口诀一字不落的都说了呀，落了什么？没有啊。你确定一招没落吗？没有啊。花姨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外边太热了，要不咱们先回作业楼，摆上酒，摆上菜，叫人莺莺燕燕一起，咱们猜着拳，切磋着，看看有着什么好主意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你今天要是飞不起来，你休想吃喝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上次究竟是怎么飞起来的？不知道。你仔细想想嘛。还是不知道。上次官兵拿着刀枪戳我屁股，当时我心里害怕，一着急一使劲儿，就飞起来了。一着急一使劲儿。
你转过去。干什么呀？转过去。搞什么鬼啊？把屁股撅起来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怎么说你怎么做。把屁股撅起来。还是当师傅好。我看你急不急？出来！这招真有效。行了，别管了，看看人院吧。是，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，别撵我，我这就走。爹，哎呦，不，哎，姑奶奶女儿啊！喂，你这，哎，你怎么戳这儿一动都不动啊？我还以为是座菩萨呢。你大白天的就上醉月楼来了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吗？你爹来这儿，完全是为了给朝廷办事儿。哦，哎，那你这回办事儿怎么没有脱光了衣服忧国忧民呢？哪能每回都一样呢？其实啊，我是来找你施工的。施工啊？哪个施工啊？我的师傅叶红影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老板着脸长得一点儿都不如我们家相公的那个叶红影吧？哎，对，什么？他还不如你们家相公？那当然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天啊，我给他一只鸽子，我还告诉他，这鸽子啊是从醉月楼里飞出来的。之后啊，我就再没见着他人影了。我想，他八成是跑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瞧见了没有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你女儿我这2天可遭大罪了。我一会儿被人绑，一会儿被人点穴。别说我施工了，我连只鸽子都没有瞧见呀。你没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怎么样吗？说什么呢？哎呦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行，那你继续在这戳着吧，我接着找人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也不问问我找着相公了没？哎，有你这么当爹的。只要将刺在穴道上的银针逼出，就可以冲开穴道了。叶红影，想要运气把胸前的银针给逼出来，好冲开穴道。哼，叶红影，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
呀，哎，你说你来醉月楼不去喝花酒，你跑柴房干嘛来了？哎呀，糟了，放在运气太近，逼出银针，反而伤了自己。哟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这是？这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谁干的？徒儿替你报仇去。谁干的？别缠着我。哎，哎呦，师傅，你看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来，哎呀，徒儿扶你走。你说，你进城这些日子都一直待在醉月楼？请大人莫怪，并非我严师来见，是那醉月楼的人看守太紧，我怕一出醉月楼，容易被人怀疑。照你这么说，醉月楼的人来历都还真不简单。大人，我现在已经查到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还有官印的下落都在醉月楼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仅如此，我还查到，那老鸨花姨就是叛将熊廷弼的姨夫人。至于那个舞娘杨冬晴，正是反贼杨莲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杨冬晴竟是杨莲的女儿？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花姨和杨冬晴乔装风尘女子，目的就是为了接应其他的余孽反贼。杨冬晴要真是杨莲的女儿，那她肯定是尚未嫁人。大人，我原想接了顾县城的孙子送到您这儿来，可没想到一时失手，还望大人恕罪。不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何罪之有啊？那大人，我下一步应该如何？先回醉月楼，本府自有安排。是。杨冬晴，哎，师傅小心，走好。千户大人，你们启禀千户大人，我们奉巡抚大人之命，在此特来接应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卑职不知。哎，各位官爷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师傅受伤了，你们赶快送他回去休息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这就送你上路。师傅，人呢？都跑哪儿去了？我拍死他们！我，他们也太不经打了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哎，师傅，您不是替官府办事吗？干嘛这些官府的人还要杀你啊？不关你的事。怎么就不关我的事儿呢？您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呢？得，先不说了，您受伤了，走，我先送你回客栈啊。先去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。没人知道的地方？什么？不见了？刚才我一上柴房就发现他不见了。我们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他人影。对呀，英雄哥哥怎么这样啊？走了连句再见都不说。你什么立场啊？他是我们的仇人，你还要跟他再见？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，这狗贼！哎，你们要找的人会不会是让我爹给带走了？你爹？对啊，我在这儿杵了1天了，除了我爹，我还真没看见有别人。哎，那你爹怎么还把你一个人晾在这儿，没一块带走啊？我那个不孝的爹，哎，算了，别提了。这不可能啊！叶红颜已经被我的银针封住了穴道，就凭你爹那个活宝，根本没本事救他。一定是他自己运功，逼出银针，冲开了穴道。就算是他自己运功逼出了银针，那也一定会伤了他自己的。要是没有人扶着，他不可能走出这个醉月楼的。有没有可能扶走狗贼那个人就是内奸呀？大伙都在，正好。叶红莹
已经解开穴道跑掉了。这儿不是久留之地，大家赶紧离开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叶红影已经跑了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。我先带顾小少爷回辽东见袁将军。等等，我是不会让你带人员离开的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会让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。你们到底要在我房间里找什么呀？找什么呀？你还敢问我们？我们在找一样能证明你是内奸的东西。莫名其妙，我怎么会是内奸呢？哼，看你嘴还能硬多长时间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花姨，马上飞，你们快看呀！真乖，还是人越有本事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而且这罗刹镖早在几年前就被我给毁了。毁了？再找人打造一把很难吗？刚才你还拿着这个对付我们呢。现在我懂了，你们的意思都在怀疑我就是内奸。我们不是怀疑，是肯定。对，不，这内奸真不是我。石破天，没想到，真的是你。岳新川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要我怎么相信？我现在才明白，死去的江辣不是内奸，他好大喜功。上次他劫走了官印图文，只是想在袁将军面前立下头功，加官进爵。而你才是泄露军情、杀害其他兄弟的内奸。我要替兄弟们报仇！嘿！你们不要冤枉我！冤枉，对你死去的弟兄们去说吧。没错。顾少爷，快跟我走！我们还走。岳新川，死有余辜。不用追了，那镖上有毒，他活不了。事已至此，醉月楼绝非久留之地，我们赶紧想办法带人员安全离开。花姨，花姨，花姨，不好了，官府来了好多人，巡抚大人还说非要见冬晴姐不可。又是潘汝贞这狗贼。花姨，你先陪我去应付着。岳壮士，花姨房里有条密道，请你保护人员尽快离开。花姨房里有条密道。马上飞和人员知道密道的入口。姐姐，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去。人员，听话。花姨，咱们走。走。二位，赶紧收拾简单的行装，咱们在花姨的房间里会合。当家的，这个白鸡啊，肯定比他这个黑鸡好。我这个黑鸡大呀！我跟你俩说啊，不管是白鸡黑鸡，只要能炖汤给师傅补身子，它就是好鸡。哎呀，那我这个还是我这个好，我这个好，我这个好。你说你追呀！给我！当家的，这是个死尸啊！当家的，这怎么有个死人呢？死人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它是个大馅饼。馅饼？哎，你瞧，看这腰上那个闪闪发亮的牌子，那肯定是个金的。这要拿到当铺去，这得卖多少钱呢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上啊！不是，哎，难道让当家的我亲自上吗？不是当家的，我怕拿死人的东西遭报应啊！遭什么报应？有钱不赚才遭报应呢！哎，他们上你上。啊，我宁可遭报应，这报应死我也不碰死人东西。我说你们两个废物，点心除了吃还会什么呀？
学着点儿。当家的我亲自出马。哎呀！什么人？不，我不是人，说不，我不是坏人。大爷，你放了我们当家的吧？你给我放了！哎，放了当家的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放啊，我们两个我给你跪下！大家，你别弄伤了我，弄疼了我，你弄疼了我，我师傅可是会不高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师傅可是名震江湖、神机营的前胡大人叶红影。你说什么？叶红影？那是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知道。带我去见他。哇，来那么多官兵！哎，花姨，你们醉月楼什么时候变衙门了？哎，行了，你少在这掺和了。莺燕燕，把他抬出去。是。哎，你们要干嘛？别碰我，听见没有？别碰我！哎，把我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听见没有？放我下来！哎呀！来，快点，给我抬进去。行了，就放这儿吧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哟，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多的礼，难不成是因为我们醉月楼为全城的老百姓做出了贡献，你特意拿来犒赏我们的呀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叫所有的姑娘们出来跟您说声谢谢啊！哎，你不必劳师动众了，我带这些东西只送给杨冬晴杨姑娘。大人的心意，冬晴心领了。只是无功不受禄，这些东西还是拿回去吧。就是啊，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无功不受禄。我们又没做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事，您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让我们冬晴怎么受得起呀？当然受得起啊！实话实说了，我带着这些东西是有事要求于杨姑娘。求我？大人您位高权重，求我一介青楼女子，这岂不是很滑稽吗？就是啊，大人，您就别拿我们开心了。我们醉月楼有什么本事，能让您用这么厚礼相求啊？当然有啊。那您倒是说说，您求的是什么呀？求亲。求亲？不错，我今天专程特地来向你求亲的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专程带来的聘礼，还不赶紧收下？笑话！既然是求亲，我没有必要非答应你，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请你带回去。哎呀，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。哎呦，大人，您不是说不娶我们家冬晴了吗？怎么又反悔了？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冬晴她已经是个有妇之妇了，而且还有个8岁大的女儿呢。哦，是，她女儿是不是姓顾，叫顾人怨？这奸贼果然知道了人怨的身份，还想骗我？哼！今天这些聘礼，你愿意收也得收，不愿意收也得收。哎，我把话跟你们说清楚，今天我还得入洞房。潘如真，你这根本不是在提亲，是在逼亲。我就是逼你了，怎么样？你，哎呀，大人，哎呀，不管提亲也好，逼亲也罢，您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让我们准备准备嘛，也好选个黄道吉日什么的。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，它就是吉日啊。但是你们要不同意，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潘如真，啊，杨姑娘，放心吧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会命令我手下把杨莲大人，就是我的岳父，重新再风风光光的厚葬。哎呦，大人，您说的什么跟什么呀？我都听糊涂了。糊涂？
还真没想到，当年威震江湖的赛花花，哎，熊廷弼的13姨太，你会糊涂？开玩笑嘛！哦，我知道，你武艺高强，但是就算你能打过我，你能打过我带来的这些兵吗？啊？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那你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今天只要杨冬晴姑娘和我入了洞房，我就可以考虑给这醉月楼上上下下所有的人一条生路。可如果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让我办这喜事儿，那我就给你们醉月楼的人办丧事儿。杨姑娘，我知道你是亲至孝，否则你也不可能拼了性命去把杨莲大人，你的父亲救回来。所以我想，你不会忍心眼看着你父亲的尸体从坟里刨出来，被挂在城门楼上当街示众吧？狗贼！你骂我骂得越狠，就证明你爱我爱得越深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醉月楼这几十口人的性命都在你的一念之间，嫁还是不嫁，要想清楚啊！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大人，那个您先请回，等我把冬晴打扮好，再给您送到府上去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。什么？你醉月楼给我腾出一间上房，做本府的新房不难吧？这……杨姑娘，你考虑清楚了，到新房来找我，啊？什么？花姨的房间有条密道？千真万确。请问大人，何不让我现在就将那孩子抓回来？不，还不到时候。待杨冬晴从了本府，再将醉月楼的人杀个片甲不留。是。哎呀，你别磨蹭了，快点吧，小少爷，别让岳壮士等久了，再晚了就离不开醉月楼了呀。我真的不想离开醉月楼，我舍不得姐姐和花姨。这个房间不能进。不是，官爷，我不把这房间打扫干净，花姨会怪我的。官爷，你别难为我这干杂役的，丢了饭碗怎么办呢？你怕丢饭碗就不怕丢脑袋吗？快走！